续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台南咸水的武庙举办着文昌节的活动，来自大新营地区总共13间学校的学生做伙来祈福，祈求考试顺利。 学生祈福考试顺利，文昌节伫咧咸水武庙起考。今年嘛是咸水第3年来举办这个活动，来自大新营地区拢总13间学校的学生做伙来参与。首长、父母官也要借这个机会来跟文昌帝君来祈求能够让我们的学子都能够考得好。学生一位一位排队接受道长用文昌笔点光，这点内底奖品除了准备孙仔长盒，嘛准备包仔、旺来菜头，代表考试顺利。市长嘛来到家持，希望学生会当考到家己的志愿。那我们希望让学生能够借由这样子来，让他们觉得啊，我好像。 心情有比较好，考试的时候就让他们尽力来发挥。透过文昌节活动，祈求学生在咧考试时有机会当得到好成绩。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